然後咧第四節啦噃，佢話喺軍中當兵唔好將世務纏身啊。咩叫世務纏身啊？即係話你嘅工作、事業、家庭、婚姻、兒女重唔重要啊？當然重要咯。嗱，我唔係叫弟兄姊妹你忽略你嘅家庭、工作、婚姻、事業，唔係啊，千祈唔好誤會啊。但係你要知道，除咗你嘅家庭、工作、婚姻、事業，你嘅夢想啊之外，有啲乜嘢係永恆最重要嘅啦？就係你嘅信仰啊，耶穌基督嘅救恩啊，耶穌基督係你嘅主宰，係永恆嘅主宰。佢喺你生命當中排第幾位啊？如果唔係第一位，就毫無地位啊！唔好將世務纏身。簡單嚟講就話，如果你將耶穌基督放做第一位，其他你嘅工作、事業、家庭、婚姻、兒女等等，就會循序漸進嘅。神會帶領你可以走到目的地。就正如一列火車，如果火車頭咧係耶穌基督，你嘅家庭、工作、婚姻、事業一路被主耶穌就可以去到目的地。如果你嘅生命唔同嘅階段，哎呀，未結婚就話工作事業最重要，結咗婚又話你嘅婚姻家庭最重要，有個兒女你話兒女係最重要。嗱，好多基督徒係咁噶，結果幾時係邊個邊個階段耶穌係最重要？個個階段都有好多最重要嘅事情，個個都話要行頭，結果去到邊度啦？有一條路人以為正，至終成為死亡之路。箴言講兩次，嗱，弟兄姊妹，所以當我睇嘅時候，先同大家講啊，保羅講到要打仗啊，要當兵啊，除咗話有苦難呢個心志，仲有唔好將世務纏身，因為神招我哋去當兵，神呼召我哋要做基督徒，係要做精兵。再進一步同大家講下，保羅曾經喺提摩太前後書3章，唔係3次提及我哋要打仗。我簡單讀一讀俾大家聽下。第一次咧就喺提摩太前書第1章第18節，提醒提摩太點樣打仗啊。佢話：我兒提摩太啊，我照從前指着你的預言，將這命令交託你啊。